新闻一开始，先看日本的青森东部外海，昨暝是发生地震，规模是7.5，深度是50公里。目前所在有23个人受伤，这港边嘛出现海啸，升起来到70公分高。早起是又搁发生这规模6.4的地震尾。半暝时，雄雄传出声音，厝内的物件摇来喊去。这是北海道一搭邻家厝伫咧地震的时阵翕到的影像。除了拄仔咧喊，镜头正手边徛顶的物件嘛，互人感受到这场地震的威力。来自法国的游客家伫北海道主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函馆，煞拄到地震。Oh bah juste le sol qui tremble quoi, et tout qui tremble quoi. High building. OK. Escape high building. OK. 根据气象厅观测，这场大地震发生伫12月7日暗时11:15分，震央伫青森县外海80公里，深度50公里。政府发布海啸警报，甲9万人发布特例令，而且预测海啸侵了日本东北沿海，上悬可能来到3公尺。警报的范围包括北海道、青森县甲岩手县。气象厅表示，真侪港口测到20至70公分高的海涌。私からは直ちに、国民に対して、津波や避難等に関する情報提供、適時的確に行うとともに、住民避難等の、被害防止の措置を徹底すること、早急に被害状況を把握すること。气象厅表示，就这个地震的地点来看，过去捌有地震连续发生的通报，所以提醒未来有可能出现更较大的地震。也若海啸方面有可能观测到更较悬的海涌，呼吁民众唔通挖进海墘甲河口。1週間程度、特に今後2、3日間につきましては、今回の地震と同じく最大震度6強程度の地震に注意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。当局指出，这个测到长周期的地震，也就是2秒以上，海较大力，速度也较慢，对较悬的大楼会有明显的影响。交通的方面，东北新干线福岛站到青森站之间，上北的列车已经停驶，一直到车到透早，岩手县境内东北本线拢停驶，2班列车赶紧停落来。电力的方面，根据东京电力公司，福岛第1甲第2核电厂拢无发现异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